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0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13天。大家都知道攻入俄罗斯境内库尔斯克的乌军一直让俄罗斯无比的头疼。普京希望俄军在1月20号特朗普正式当总统之前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这个愿望现在虽然还有1个多月，但恐怕已经难以完成。因为根据前线最新的战报，由于这个库尔斯克地区气温下降，所以这个前线的这个规模交火现在是越来越少。俄军不但无法将乌军驱逐或者歼灭，甚至最近他们设在库尔斯克的 S-400 防空系统还被乌军给摧毁。按照惯例就是乌军在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前，通常会摧毁俄军的防空雷达系统，使其这个防空完全失去这个功能然后后面要么就是大部队要么就是无人机更多的这种轰炸，这个打他的雷达系统打他的这个防空系统，实际上就是打他的眼睛先封眼。所以跟着这个去推算的话，接下来乌军恐怕在库尔斯克还对俄军要大打出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当地时间11月24日晚，乌克兰军队攻击了位于库尔斯克地区俄军第6军第1490防空团 S-400 防空系统的雷达站。乌军总参谋部宣称，这个被攻击的 S-400 防空系统并不是为库尔斯克地区俄军地面部队提供防空保护，而是以地对地模式开展作战行动，即打击地面固定目标。俄罗斯侵略者此类攻击主要针对乌克兰前线地区的民用物体和平民。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乌军是一共发射了8枚美国陆军战术导弹，袭击了位于库尔斯克空军基地附近的 S-400 阵地，至少6枚陆军战术导弹击中目标。俄罗斯媒体报道造成2名军人受伤并入院治疗。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指出在俄罗斯境内有大约200个目标可以由美国陆军战术导弹或者风暴阴影斯卡普航导弹攻击，包括大型的弹药库、机场和发射疑似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基地。而这仅仅是部分目标。军事分析家巴罗斯认为乌克兰军队还可以利用情报攻击俄军指挥所或其动设施，消灭1个旅或1个师的指挥部，可能给数千名俄罗斯士兵造成数天的混乱。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对乌军来说，俄罗斯军事目标最集中的地区是罗斯托夫州，那里至少有4个机场位于军导弹射程范围之内。尽管其中一些机场是民用机场，但同样能够被俄军利用或已经被俄军利用。罗斯托夫是俄军部队的主要抵达点，很多俄军部队由大型运输机运往这里，领取装备后再乘坐大巴前往乌克兰东部。也就是说，这个罗斯托夫是俄军的一个最重要的后勤这个中转枢纽。首先一个罗斯托夫在去年这个瓦格纳叛变的是一举成名，当普里戈金带着瓦格纳士兵冲进这个罗斯托夫的时候普里戈金把那儿当作大本营，开始向莫斯科进发。第二个这个罗斯托夫又是乌军俄罗斯的南方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又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指挥部所在地。也就是说，这个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就在罗斯托夫市。乌克兰军队对该地区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会破坏俄军在抵达乌克兰战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但目前尚无法确定美国是否对乌克兰选择目标进行了限制。限制有可能有，但是这个限制只是一时的，迟早都要放开。这个可以理解成给普京一个心理的过程。泽连斯基说普京承认库尔斯克行动是特别军事行动命运的关键。泽连斯基说失去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控制已经破坏了普京政权的稳定。像库尔斯克那样的损失，普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实际上就是捏住了普京的命门。乌军在库尔斯克多待1天，这个普京离危险就更近1天。普京这么多年精心打造的人设，对吧？这个彪悍的、强悍的铁汉这种形象能够保护俄罗斯，结果呢，2战以来把战火烧到俄罗斯的就是普京，并且库尔斯克还被人占
了，这个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所以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地位面临着严重的这个挑战。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这个突发消息啊，俄罗斯25号下午4点多啊，俄罗斯境内的卡罗加市特殊工厂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该厂主要生产通讯系统、电子情报和雷达设备，并生产安装在军事装备上监视和制导系统的部件。该工厂还为防空系统、飞机和导弹系统生产零件。这个兵工厂已经化为乌有，现场浓烟滚，巨大的火球伴随着浓烟升向太空啊，爆炸声此起彼伏啊。这个乌克兰对这个地保老人啊核讹诈是毫不在意，所以就在地保老人更改了核学说啊，并不停地催促美西方领导人赶紧要看一看俄罗斯新修改的这个核学说啊。但是乌军依然是发动了对俄罗斯导弹击压，说明这个乌克兰认定俄罗斯的新的核政策不过又是一次威慑而已。这种核威慑自俄罗斯陷入俄乌战争泥潭以来已经多次上演，狼来了喊得太多自然没有人相信。自从普京对发射了这个针数新型中程导弹以后不仅没有吓住乌克兰，更没有吓住美西方。这个核讹诈只会让美西方同仇敌忾。虽然普京一再警告说西方国家如果继续援助乌克兰远程武器，必将受到针数这个中程导弹的报复，但是让普京始料未及的是，美西方不仅对俄的终极核讹诈嗤之以鼻，并且变本加厉还更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这个美国人说针数不会影响美援乌武器政策，华盛顿会尽量满足基辅打击侵略者的需求。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于俄罗斯近期更新的核武文件，英国并无惧色，并承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个法国的外长巴罗更是直言不讳他说乌克兰可以向俄罗斯境内发射法国制造的远程导弹。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斯卡普远程导弹，这种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能够突破传统防空系统的保护，打击敌人纵深目标。乌克兰军方已制定了专门的使用方案。我们再看看这个美西方继续拱火浇油是怎么拱火浇油的。美国将向乌克兰交付 AGM-158B， 也就是什么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俄罗斯50个地区在它的射程之内，这是路透社报道的这个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是美军一代远程空对地巡航导弹，全长 4.27 米，射程925公里，弹重吨，飞行速度 0.9 马赫。该导弹采用隐形设计，可以有效规避雷达侦测，携带破片式战斗部，能够穿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御工事，并配有数据链，可在飞行过程中重新定位目标，具有较强的突防能力和较高的打击精度。你看看这美国人还要给乌克兰提供能达925公里的这种武器，这是路透社报道的。你看这哪有像被普京发射一个什么针数导弹这个吓住的？这美西方依然是我行我素这个法国世界报报道他说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总统连任后，美国支持可能会发生变化。巴黎和伦敦重新开始讨论在乌克兰领导军事联盟的问题，预计美国可能会在2025年20日之后撤出一切支援。马克龙此前曾表示，向乌克兰派遣西方地面部队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这个英法现在联手，正在组建一个核心盟友，重点关注乌克兰和更广泛的欧洲安全问题。这个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访问伦敦期间回答有关派遣法国军队的问题时表示，我们不排除任何选择。这个英法组织的这个核心联盟恐怕还有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要加入这个法国人再次重申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没有红线。乌克兰可以在自卫逻辑下使用法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领土。这个俄罗斯人眼看发射针数导弹来震慑乌克兰和美西方，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似乎起了反作用，激起了美西方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决心更加坚定。美西方甚至有政客建议美国将乌克兰的核武器还给乌克兰。眼看这个针数的威慑作用没有达到，
到，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呢又开始新一轮恐吓。这个佩斯科夫就此前俄方发射最新帧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境内目标一事表示，俄罗斯目前还有大量的新型武器正在开发，而这些研发成果并未被公开。他还强调，目前任何人都不知道有关俄罗斯在研发新武器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帧数没有达到恐吓作用和恐吓的效果，那么他又开始吹新的武器。新的武器恐怕就是大号尿不湿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什么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个梅德韦杰夫又跑到俄罗斯电视台吹牛，说特别军事行动使用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制，包括坦克、火炮、火箭等，并且自吹自擂，认为这些武器要比不友好国家的武器先进得多，轻产是遥遥领先。大家可以看视频。If the conflict develops in an escalating scenario, no outcome can be ruled out. Because NATO member states have essentially fully engaged in this conflict. They must realize that they are fighting on the side of Ukraine. And they are fighting not only by supplying them with weapon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funds. They are fighting directly because they are selecting targets on Russian territory and controlling the actions of American or European missiles. They are at war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at's why nothing can be ruled out. And this is what the head of our state said when he finished his speech, informing both the military and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that there was a strike by a hypersonic ballistic missile against industrial facil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He ended his speech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a response. This applies both to what has happened and to a possible further escalation. Absolutely everyone who currently is fueling military hysteria,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NATO bloc, the US and a number of other countries, must take this into account. 说到这个美西方要向乌克兰转让核技术、核武器的时候这梅德韦杰夫说西方媒体竞相提议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特别在俄罗斯推出新威慑学说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可以将核技术转让给哪些美国潜在的敌人的问题。也就是俄罗斯不仅威胁要用核武器，而且威胁要搞核扩散。不过对俄罗斯来说目前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除了口炮，除了恐吓，也拿不出什么对策，因为实力就在那摆着的。首先这个英国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了最大规模的一揽子制裁措施。这个英国对3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制裁，这些船只在过去1年中负责运输价值超过13亿美元的石油和石油产品，这是同类制裁中规模最大的一揽子制裁，使受限油轮总数增至73艘。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说制裁旨在通过剥夺克里姆林宫的石油收入来削弱其战争机器。此次制裁在英国呼吁7国集团加强对俄罗斯施压的背景下实施的。这俄罗斯买了大量的二手的就是或者是旧的油轮，自己负责这个叫送货上门，包邮，货到付款。因为没有其他的船队，没有其他的远洋公司愿意用这个俄罗斯的油，他只能自己组建这些船队。结果这些船队现在被英国实施制裁。这些船所有的码头都不能接纳这些船去加油或者去停靠，去后勤补给所以这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可以说是叫雪上加霜这个以往这些黄俄每天都说乌克兰没人了，乌克兰征兵闹得鸡飞狗跳，乌克兰人被打光了。事实上呢，在征兵这一块，俄罗斯现在更困难。昨天这个普京签署命令就是给这些跟俄罗斯国防部签合同的士兵最高可以免除人民币70万的债务。你看这个就凸显了这个俄罗斯兵员有很大问题，对吧？俄罗斯不仅从那个监狱里招那个囚犯，还要去骗那些到俄罗斯留学的这些什么非洲的、什么印度的这些国家的人去打仗，还有中亚，对吧？给他俄罗斯的这个护照或者身份，以此来吸引。这个莫斯科时报报道他说随着越来越多人了解到前线的伤亡率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移民，就这些人本来这些中亚这些国家人他喜欢移民到俄罗斯的，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拒绝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并放弃俄罗斯护照，就宁愿不要俄罗斯护照，他也不去跟国防部签约到前线打仗。自2022年起，截至今年上半年，俄军事法庭已受理10025起拒绝服役的案件，其中8594人被判刑。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在刚开始的时候，恐怕有
俄罗斯人呢热血沸腾，爱国情绪高涨，对吧？在舆论的引导下啊，这个民众啊，恐怕愿意到前线打仗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啊，随着这个战争啊越来越残酷，这个战争打的时间越来越长，战场陷入僵局，这种消耗战、绞肉战，前线不断增加的伤亡，后方不断降低的生活水平，抚恤金不能到位，士兵的工资欠发，所以这些啊一渐渐消磨掉所有人的热情。所以当热情啊降到临界点的时候啊，前线的战士，这些俄军的士兵啊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为何而战，后方的民众也不再是他们最坚固的堡垒。虽然俄罗斯政府啊他很少提征兵2个字，也不愿意这个全面总动员，但是啊这个征兵这个活却一刻没有停下，并且让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专门负责征兵，他不是口炮吗？对吧？所以绞尽脑汁啊，使用各种手段去补充兵员。外媒爆料啊，说俄罗斯托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弄到了好几百也门人，并把他们送上了俄乌前线。这些倒霉的也门人透露说啊，中介给他们承诺了高薪工作，表现好就直接入籍做俄罗斯人，没说要打仗，结果一踏上俄罗斯国土就被换上军装送去了前线。这些也门人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纯属被高薪吸引送人头。很多啊，这个尼泊尔、印度人，还有这个中亚的这些人，都是这么被骗到俄罗斯参战。最近啊，根据缅甸媒体的报道，这俄罗斯又从缅甸引进工人，弥补国内劳动力短缺。你看，又是去高薪承聘，把这缅甸人搞到俄罗斯之后，就由不得你了，你得上前线打仗。大家还记得吧？穆迪亲自跑到俄罗斯跟普京要人，把那些被骗的俄罗斯印度人释放回来。那这个仗现在已经打到什么程度呢？对俄罗斯国内影响有多大呢？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啊，莫斯科郊区科穆纳尔卡在晚上8点半前开始停电，水也断了，当地的气温啊低于冰点。你看啊，这是莫斯科郊区啊，停水停电停暖气，这不是远东地区啊。这是今日俄罗斯报道啊，当地时间11月24日，俄罗斯方位角航空公司的一架苏霍伊100超级喷气式客机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机场降落时，左翼发动机发生起火事故，机上共有89名乘客，其中包括9名儿童，均已安全疏散，并转移至机场航站楼。俄罗斯驻安塔利亚总领事馆表示，根据初步数据，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方位角航空公司证实，这次飞机着陆起火事故是由于风切变造成的。什么风切变造成？就是飞机质量、飞机的维修保养跟不上。这个我在去年还是前年就说了，随着这个战争啊继续深入下去，这个俄罗斯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啊，总有一天啊，世界各国的机场都要拒绝俄罗斯航空的飞机降落。你看看这多大的事故啊！降落的时候飞机起火，这是在土耳其啊，所以我觉得很快啊，恐怕就有国家拒绝航的飞机降落。你不怕，别人还怕。莫斯科时报报道啊，说俄罗斯政府最新的3年预算计划已经出台，其中明年的军事开支为1336亿美元，占总预算的40%，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公共生产。一个国家预算的40%用来打仗，那这个就要挤压其他方面的开支，教育、道路啊、交通啊等等啊。那个针数导弹一枚多少钱？这仗打得起吗？最近啊，大国部分大型银行暂停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所发银联卡相关业务操作，致使不少持卡人在 ATM 机取现遇阻。消息一出，引发诸多关注。11月24日，不少人俄方发卡的银联卡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网点 ATM 尝试取款，屏幕上交易失败的字样，让他们满脸无奈与困惑。所以啊，现在卢布兑换流通遇冷，银联卡取现受限，黑市卢布汇率日控的风筝般飙升。这黑市啊，美元对卢布居然达到了600比1，卢布变现困难，这个经济封闭是吧？这个现在影响是越来越大。根据路透社的说法啊，说特朗普向俄罗斯施压一种方式，就是告诉地保老人，西方已准备好提供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以便乌克兰能够坚守阵线。他表示，俄罗斯最终将耗尽军队和资金，因此现在达成一项体面的协议，符合俄罗斯利益。当然，这个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地保老人现在他也没有办法吐出乌东这4个州，毕竟公投完了杜马呀也批准了，程序都走完了，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你现在普京也把它让出，那不是要他的命吗？但是不管多困难，对吧？毕竟俄罗斯现在扛不下去了，越拖越往后越难。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又开始神经病了。10月25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他已多次发表相关表态。佩斯科夫说你知道俄罗斯总统多次确认他愿意参与和平进程。你看看，前2天还说要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否则面谈。现在呢，马上也说这个普京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谈判的准备了。你看看整个的这个神经病急谁疼谁知道。总之地保老人离他那棵乌埃脖子树是越来越近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